我是陆诗怡，大家都叫我陆姐。我相信自在不是放松而已，而是懂得把自己放回生活里，在自己的节奏中稳稳前进。我是雅涵，负责把自在人世界的理念变成每天都做得到的生活，从一顿饭、一个小选择开始，慢慢把自己照顾回来。我是马爸，负责在团队后方稳定推进平台的每一步，让温柔不只是感觉，而是一股能长久走下去的力量。